来到寿丰乡，我跟呱呱感受了东台湾的客家风情。为了让呱呱玩得尽兴，我特别上网订了这间像糖果屋一样缤纷的亲子民宿。广大的腹地有大自然环绕，还有2位可爱的小小管家，可以陪呱呱一起玩呢。Hello， 老板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要不要去玩溜滑梯？要。那你带妹妹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去。一望无际的草坪，让呱呱跟新朋友香香还有晴晴玩得好开心。老板娘也特别提醒我，可别让呱呱在外面就把电力用光了，因为房间里头更精彩，可以让他玩到舍不得休息。哇，动降动升起耶！哇，你看我的滑梯，快点，去溜。那个是什么？你上去看看啊！看看呱呱在房间里用尽全力的玩，一下溜滑梯，一下子攀岩，要他停还停不下来呢。看呱呱玩得这么开心，老板娘也贴心的邀请我们一起下楼做爆鹅。她说保证好吃又好玩。妈妈做爆鹅斗圣旗。对呀，你看我做的很像狗狗，对不对？我的爆鹅超可爱的。你喜欢吃哪一个？这个是有点，为什么做的很像猪宝宝？猪宝宝，这也很像猪宝宝。这也像猪宝宝。我的像一个太空船。太空船了。看看3个顽皮蛋把面团搓搓揉揉，做出了好多不一样的造型。有青蛙，有飞碟，还有外星人的太空船，大家天马行空，玩得好开心。等待爆鹅出炉的时间，他们当然也没有闲着。呱呱跟新朋友们一起看书，一起玩跳跳马，一刻也不浪费。因为有好朋友的陪伴，等待的时间特别短。好吃的爆鹅出炉喽！你看这爆鹅好吃又好香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去干走爆鹅动圣起啊？有。妈妈，外里有好多特色民宿哦。对啊，有溜滑梯，还可以做爆鹅，超好玩的。因为走爆。